恭喜哈。第一个是国语的哈，我们给隔壁祝一下，说耶稣降生，为你为我，我们给隔壁祝一下。啊，咱隔壁祝福一下哦，搁一摆，咱用台语的吼，圣诞恭喜，耶稣听你，给隔壁祝一下。咱真欢喜，咱的每一年的这个圣诞的庆祝，咱咧用欢迎乐团甲圣乐队做伙来献诗来讹罗上帝。愿主也通过伊所予咱迄个美好圣诞的信息来勉励咱大家。大先生甲咱邀请，咱早起有这个一场的这个祝福的赞美礼拜。咱礼拜刷了后吼，大家人会使唔免倒转去吼，因为咱下晡吼有足闹热的圣诞市集，咱伫昨昏吼哇，这个规个礼拜长的周边拢非常的闹热，因为足多的兄弟，阁有咱这社区的人做伙来欢喜，有义卖，有食的吼，阁有耍的，阁有物件吼，有迄个二手的物件，欢迎咱大家下晡唔通失去这个好机会。咱要三个分享主的话，咱大声来做祈祷。现在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一起同心敬拜。我们也要透过你的话语来看见主耶稣降生所带给我们的平安喜乐的信息。愿主的恩典跟我们同在，愿你的力量，愿你的智慧在我们当中显现。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兄弟姊妹，咱今日所读的两段经文吼，拄则咱也咧听圣歌伫咧献诗的时候呢，伫朗诵的中间有出现，朗诵的中间有两段经文出现。但小等的，咱会当通过这经节，搁一遍来想讲，这经文伫今仔日对咱台湾的社会，对全世界，它的重点在哪个地方？圣诞福音为什么是和好的信息？上帝将他拯救世人的宏图，他是从创造，从人类的堕落，然后经过许许多多神奇妙的安排跟设计，在2000多年前，主耶稣降生。那看来好像是历史当中一段一段逐渐发生的事。但其实，那是上帝奇妙的安排、奇妙的设计，所以我们说这是上帝拯救世人的宏图，他的预言跟实现都在历史当中产生了。所以我们刚刚在读圣经的时候，看到这段经文哈，就是以赛亚书9章2节还有6到7节，他这样说：生活在黑暗中的百姓，记得黑暗中的百姓。为什么说黑暗呢？难道没有太阳吗？没有阳光吗？为什么是黑暗？黑暗是代表人在一种无助、没有盼望，甚至遇到许多人类的罪性无法克服的事，有战争，有危险，有许多人难以克服的灾难。所以说，生活在黑暗中的百姓。但是已经看见了大光，暗有光来，你的路就好走了；暗有光来，你就能做任何的事情。有光来，你心中的温暖跟盼望就产生了。他说：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死荫不只是一种暗黑危险，都同样在描述人类在困难、罪恶以及许许多的苦难当中没有盼望，但是当有光来照耀的时候，人类的生命重新燃起了希望。所以这个是以赛亚先知的预言。这个盼望是什么？这个大光是什么？以赛亚先知的预言说，有一个婴儿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将赐给我们，他要来统治我们。弟兄姐妹，大家要
很清楚哈，以赛亚是在耶稣降生以前好几百年前的先知啊。为什么他讲的话那么精准？后来耶稣降生，而且他这样宣告说，他将被称为奇妙的导师、全能的上帝、永恒的父亲、和平的君王。等于这4句话，他在描述这位神子、上帝的儿子来到世上，他的称谓。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身份哈，做一人讲笑讲我无什么长上无，我嘛是家长安尼哈，什么长，就是一个头衔、一个标志，也是一个任务、一个职责。圣经以赛亚先知他这样称呼我们的主说，他是奇妙的导师、全能的上帝、永恒的父亲、和平的君王，而且他预告了整个人类的世界被神所掌管的，他的王权将继续增长，他的王国永享和平，他要继承大卫的王位，他以公平正义为统治的基础，从现在直到永远，上主万军的统帅决意要成就这一切。它不只是一个宣告，或是一个把这个蓝图或是他的职称都表达出来。最后一句话说，万军的统帅决意要成就这事。很多事情我们只是讲一讲就算了，没有成功就归咎于一些时机不成熟，或是什么事情没有办法很顺利。但是这位万军的统帅神，他说要决意成就这个事，所以预言实现了。在2000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天使来报佳音。圣经刚刚我们读的圣经路加福音记载说，主耶稣他道成肉身了，他降生为人。有天使报佳音说，不要害怕，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们，这消息要带给万民极大的喜乐。好消息，万民极大的喜乐。这是画家画出在当年天使在天上向牧羊人报佳音的图画，这是比较属于漫画版的。这消息他这样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大卫的城是哪里呢？我们圣经很清楚记载，大卫是大卫成长在伯利恒。我们叫做大庇的城。你们的拯救者主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了。他说：你们会看见一个婴儿用布包着，躺在马槽里。这是要给你们的记号。婴儿用布包着，躺在槽里，这3个明确的记号。这句话是许多人喜欢读的经文。在马槽的婴儿，在一个卑微的地方，主耶稣降生，但是天使却这样高唱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至高之处，我们的神的荣耀，在地上最需要的就是平安，而且是在他所喜悦的人当中。这是今天我们读的2章经文，牧师做一个前后连接的说明。那我们今天圣歌队所唱的主题叫做大喜信息。大喜信息在告诉我们，这个喜是从何而来，这个喜到底什么喜是永久的，是最美好的，就是我们主耶稣他降生的目的。我们知道耶稣他是爱，为了爱世人，他为我们降生，他是带来盼望跟拯救的时刻。所以圣诞的福音就是带来和好的信息。弟兄姐妹，和好什么意思？人类
因为罪的关系，有争夺，有自私，有嫉妒，有战争，有伤害，这些都不是人类能自我控制的。联合国，它是一个希望全世界大家都和平，大家都能够在主的恩典之下，能够建立一个大同的世界。但是，这个理想到现在没有实现，反倒让人家更大的困惑。为什么？今日的世界仍充满了仇恨跟战争。我们知道，现在世界大小战争不断，有领土的战争，有宗教的冲突，还有种族的战争，甚至有内战。非洲很多国家，族跟族之间，党派跟党派之间，大家你争我夺，人民的生命成为他们的土场。今天有一些战争是看不见烟硝，看不见炸弹，也看不见那些刀枪，但是他的战争也很激烈，就是商场上的战争、贸易的战争、资源的战争。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看到这些，好像觉得，是不是好像已经习以为常了？啊，无法当然讲啊，因为这代志本来就伫咱有捌代志都一样发生啊。为什么？我们又看到社会、政治、族群也对立。我们一个小小的台湾，我们看到国内的政治最近对立僵局升高了，大家谁也不服谁，不同党派争的，他们都认为他们站在公义那一边，然后百姓不知道听哪一位。那个困境今天还没有解决。我们看到美国的校园枪击事件，看到澳洲一群人在那边庆祝节庆，但是歹徒用枪来扫射，许多人牺牲。更让我们感到很大的一个哀伤跟不舍的是，前天就在台北，我们以前在国际新闻看见的那些事件，发生在我们台北最热闹的捷运，还有中山的商圈，没有任何的理由，也没有任何他要宣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无辜的人被牺牲了，想要出来阻止的人也牺牲了，更造成大多的人在这个商圈当中，人对群众许多的恐慌或是不信任，不知道这种事情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弟兄姐妹，这些困境我们今天面对的，已经临近到我们的社会，更不用说在我们的生活日常，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人际之间，我们也发现，在家庭里面，在家族里面，在办公室，在我们的职场，在商场上、产业上，许多的战争，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看见这个新闻所得来的讯息。这些讯息，有些人义愤填膺，觉得不公平，社会不公平，人类为什么那么残忍？有人是觉得莫听较好啊，电视甲关起来，报纸莫看，我来去游山玩水，安尼就较好过日子呢。那这些事情都不能解决，人类必须要面对。人人都需要爱跟和蔼的信息，人人都需要。在德国
有一次有2000多名的学者聚集在一起，有心理学家，有心理咨商师，有医生这些专家学者，他们就开始聚集了。他说，针对他们做一个主题，叫做“人如何才能幸福”，研究看看。这个世界文明已经进步那么快了，人到底从哪里得到幸福？一直做问卷调查。这些学者呢，被要求说你只能写一个答案，就好像我们今天要举行问卷调查，你只能写一个答案一样。结果呢，他们把问卷收集回来之后，他们发现最多大家所需要的都类似了，就是要有仁爱，要有喜乐，要有和平。原来这3个就是从加拉太书的圣灵的果子当中的前3个。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圣灵的果子是人类追求幸福美满、喜乐的最高的选项。这些学者，他们经过他们的问卷，也得到同样的答案。那问题来了，大家的期待也一样，想法也一样，为何事情还是没办法解决？有共识了，问题还是没办法解决。原因是人类不认识神，也不曾体会过他的爱，所以就会在罪孽当中孤单的生活。所以人类的和平，如果这个不解决，不认识神，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来行，你说要得到这一个平安、喜乐、仁爱、和平，是永远它的极限就达不到。人类的困境，是因为我们不能靠自己解决那个罪的问题。罪的问题在人世当中，靠人的办法、制度，靠人的道德劝说，靠人的许多的刑罚都没办法达成。所以需要和平，但本身就没有和平。人类彼此之间没有和平，就没有办法恢复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人类不明白人生的方向，也不知道死后的世界，所以就盲目的一起追求世上大家所谓的最高的享受跟成就。但是谁知道人生命一结束，可能就变成一把尘土而已。到底这个罪谁能解决呢？靠我们自己根本没办法。虽然我们需要和平，但是本身就没有和平，人类彼此之间也没有和平，所以也就没办法恢复跟神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在这边用欢庆诗歌来赞颂主耶稣的降生，不是一个热闹的节目，而是我们在安静当中来思考，主耶稣降生的目的是要带来和好，带来和平。那不是一讲就实现了，是要每一位信他的人接受他的呼召，把这和好的信息，把这平安的信息传给全世界。而且不是靠人的办法解决，而是大家臣服在神的恩典之下，在圣灵的运作之下，使那个暴力之气消失了，使那个争夺、嫉妒、怨恨从内心生命当中消失了。所以主耶稣的降生是要带来我们要跟上帝和好，因为只有在上帝里面才有平安。我们要与人和睦相交，是要先跟自己和好。自己如果心中有怨、有不平、有许多的挫折跟嫉妒纷争，你就没有办法跟别人和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上帝的独生子降生的时刻，
一起来思考这个重要的议题是：借着基督的爱跟救赎，我们必须生命被改变，而且和平的世界才能够真正的实现。我们说，在人类的冲突的当中，常常有这个原因呢。第一个是自我中心，就是人类自我的限制，觉得我讲的是对的，我的看法才是对的，拒绝别人。第二个是我们的生命常常无法满足，有时候这个是人的本能，本能会让你去追求啊，我要过较好的生活，我要过较安全，啊，我要较得到我所有的一切。但是当你迄个界限超过的时阵，别人就受到侵害。那如果没有从信仰、从主耶稣的救恩来遮盖，我们人就永远在那边挣扎。2000年来，圣诞节故事，圣经里面写了非常多，但是很多人会借由这个耶稣降生的信息，说故事。有些故事不是在圣经里面，但是那些故事常常给我们很重要的启发。最后牧师要说，主耶稣给我们什么答案呢？约翰福音10章10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我说，在历史上，很多人借由圣诞节写出非常感动的故事。这些故事大家会把它拿来这个演圣诞剧哈。比如说，我们喜欢听马丁伯的故事，还有那个财主的故事。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叫做第4位贤士哈。第4个贤士啦，的故事，我印象足深。这个故事咱嘛无清楚，但是我要用这个故事来对证，到底耶稣来的目的是什么？我还记得20多年前，牧师还在第一任在我们富强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那里教会的音乐班还有一群老师听这，大家去到伫迄个文化中心迄个广场来举行圣诞的这个欢庆表演哈。迄阵表演就是表演这个第4个朴素，咱讲朴素贤士朴素的故事。我还记得那个我们很多现在的以赛亚牧区的人，当时都当主角就去演安尼演安尼足感动。也许再翻一翻，也许那个照片还留着，我们等于50周年的历史可以把它翻出来看安尼。那我说这个故事在讲什么？让我们成为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信息的一个印证。他在讲圣经，一般我们传统上认为说有3个博士嘛，其实这个3个博士圣经没有这么写。3个博士是因为他说东方的博士有拿了3种礼物，对不对？有黄金，有什么？有乳香过来的，没药，木料3项，他们就把它认为那多几行几行，所以有3个博士。所以这个作家很会思考，他说：那我要把它写第4个博士的意思第4个博士。他说又把它称呼叫做迟来的朝圣者。他这是一个美国学者在1896年所写的。他说假设除了3位东方贤士之外，还有第4个，但是他因为受到考验，慢了，要去朝拜耶稣来不及了。不过他因为有美好的德性，受到了上帝的赏识。这位贤士叫做阿塔本，他看见星辰的异象，所以到远方要朝拜这位新生王，所以他就变卖了所有的家产来换取3件宝物。什么宝物呢？蓝宝石、红宝石，还有珍珠，要做礼物来奉献给圣子，这样子。那这个故事在讲到这3个宝贝到底是怎么样。这个阿塔本因为
他变卖他的财物，所以那3个博士已经开始骑骆驼去了，他还在那边跟在后面，所以呢，他就骑着骆驼赶路。然后在距离会合的地点不远，他看见有一个人躺在路边，好像快死的样子，而且是一个希伯来人，发着高烧，奄奄一息。这个阿塔本呢，想说：哇，糟糕，这个人病那么严重，我如果不帮助他，一定会死在这里。但是我如果帮助他一耽搁怎么办？那3个博士说时间到了就不等你了哦。啊，所以呢，他就在那边挣扎，但是他最后想，他说：那充满爱跟怜悯的新生王，一定不希望我见死不救。想一想就想了，好了，赶快停下来帮助这位垂死的人，留下一些盘缠。然后到约定的地点，不过那3位博士呢已经离开了，而且还留下一张纸条说：对不起，我们等不到你，我要先走了。哇，阿塔本剩下一个人，他为了穿越沙漠，不得不卖掉那颗蓝宝石，因为他要买骆驼跟物资，一个人上路。虽然少了一样礼物，他心里想：还好我还有2颗宝石可以。经过漫长的旅途，阿塔本终于来到了伯利恒，但他来晚了，因为3个博士已经把黄金、没药、乳香献给亲生王了。但是那个时候，希律王说要杀死所有的婴孩，所以耶稣的妈妈、爸爸就带他逃往埃及去了。啊，这个故事咱拢捌听过，耶稣甲伊的爸爸妈妈都走去埃及。这个时候呢，希律王的士兵就冲进城里，要执行残杀的命令，要2岁以下的孩子，特别是男生都要杀掉。那个时候，阿塔本呢看见一个年轻的母亲抱着孩子，躲在一个暗处的角落，啊，皮皮抓，我这个囡仔吼，好不容易生下来，啊，希律王说要把他杀掉，怎么办？这士兵要破门而入了。阿塔本再次面临选择，因为他为了救这个无辜的小孩，哇，他想说，用一个办法，拿出那一颗很像鸽子血般的红宝石，给那位贪婪的士兵的队长，说：队长啊，你抬下嘴啊，无差这个啦，这一个红宝石献给你，啊，请你来饶过这个小孩。然后，这个贪心的队长竟然说：“走了，没看到囡仔，来走。”就这个小孩真的被留下来。哇，这个母亲抱着孩子跪在地上感谢阿塔本，但是阿塔本却流下眼泪说：“啊，主啊，求你原谅我了。为了救人，我把献给你的第2颗礼物，这个红宝石也送出去了，我现在只剩下1颗了。”哇！后来，他又继续上路了。他看到自己的钱已经没了，然后自己的困难就慢慢越来越发生之后，他为了寻找君王，他也跟着去埃及，在各地流浪。他一共找了多少年，你知道吗？找33冬。你有听到33冬什么意思不？他头发白了，身体衰老了，但他仍认为说我要继续帮助别人，因为找不到耶稣嘛，去监狱、去贫民窟、去瘟疫流行之地，安慰那些伤心的人，照顾生病的人。虽然还没有见到王，但是他一直非常小心翼翼保留那颗大珍珠，因为他是他仅存的希望。最后，他听说那位拿撒勒人耶稣在耶路撒冷行了很多神迹，被称为神的儿子。阿塔本就想说：啊，这个一定是我要找的那位王。他又来到耶路撒冷，
却发现全城的人，哇，就喊话，大家客要去到迄个一粒山叫做各各他，人甲伊讲耶稣要互钉十字架啦。阿塔本吼心中足艰苦，伊讲，检测我的父吼，会通甲我这个价值连城的珍珠来贿赂这个官长，就像那个队长哈把小孩让过来一样。但是又来了，当他急忙赶路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女子突然冲出来，抱住他的大腿。她是让被卖作奴隶的一个女生，哭求他救命。阿塔本手中颤抖着，他说：“这是我最后一次见王的机会，这个珍珠是他一生的心血。”但是他看到这位少女呢绝望的眼睛，他就做出了最后的选择。他把珍珠放在这个少女的手上，说：“孩子，你拿去吧，赎回你的自由，这是我最后的一份礼物。”这个时候，天色变黑，大地震动。什么时候呢？就是耶稣断气的时候。有一块屋瓦从屋顶掉下来，砸中了这个年老的阿塔本。他倒在血泊当中，气息微弱，但是他听到一个声音从天上来说：“阿塔本用尽力气对这个声音说：‘主啊，是你吗？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你，我也没有把礼物献给你，我寻找了你一生，却两手空空。33年。’找不到，这个时候被一块重物击到头。但是那个声音就这样回答他说：“啊，不是啊，阿塔本，你已经把礼物都给我了。当我饿的时候，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做客旅，你留住我；我赤身肉体，你给我穿；我病了，你看顾我；我在监里，你来看我。”哇！这个阿塔本突然间很困惑，说：“主啊，我什么时候做过这些事呢？”这个作家用圣经的一句话来描述。那个声音说：“我实在告诉你，这些事你既然做在我这弟兄最小的一个身上，你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故事到这边结束，阿塔本的脸露出了平静、满足的微笑。他在死前终于明白，他并没有错过他要朝拜的君王。他在这一生无数次弯腰帮助穷苦的人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一次又一次的遇见了神。阿塔本用他33年的旅程，在最后他闭上了他的眼睛，因为他终于抵达了终点。弟兄姐妹，用这个故事来做结束，是要让我们基督徒相信说，欢庆耶稣的降生不是一个热闹的活动，而是实践的旅程。我们怎么样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国攻打国，民攻打民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怎么样用耶稣牺牲的爱去感化、去改变这个世界？愿这个大喜的信息也是一个和好的信息。主的平安与大家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我们藉由圣歌队带我们唱这几首旋律好听又充满了信息的诗歌，我们一起从圣经的话语得到学习。神啊，愿你大能力量在我们当中，在人的力量有限之下，神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迎接神，得着神所赐的平安跟喜乐。我们要从你得到属灵恩典、力量，从你得到改变世界大喜的信息、和好的信息。愿主跟我们同在。当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让我们思考
这个阿塔本的故事，主你要我们做什么？迎接荣耀的君王是一件好事，但是许多苦难的人就是君王本身。让我们学习用爱来面对这个世界，来改变这个世界。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接下来我们要唱一首回应诗，回应诗之后，我们又